確定佢就 start 過。哈 YouTube 人我未記 start 啦 broadcast 都放我都聽唱我都聽笑。歡迎來別嚟學其實當今啊怪一人到底 YouTube 會看啊歡迎你有人到底 YouTube 會吹到我人嗰個有隻少年家啊正直我不如個個拍曲然後別記名咩名係特別伊我記來參加嘛伊少年家18歲呢是個講福建話所以伊吹 contact 到我咧我哋個拍曲然後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家己較少人知，唔知咩事呢嚇。頭這特別嘉賓呢，就是我個老趙晴子，歡迎晴子。Hello， 大家好。我真歡喜，一到對戲攤對着晴子，佢拿刀講話攤 spend a little time，攤做一條拍曲嚇。好咯，計爽啊。哎呦，那是我大我啦，特登去吹人拍球，吹到人叫啊，唔敢來啊！哎呦，我再來啊！阿總我再來啊！你知我對哪個想係咪啊？係咪？我想講咱食誒，食物件。all the things 係咱食。咱食有這對啊，嗬。好咯。另外，咧我等陣個有另外隻特別嘅，邊本是老椒大粒頭，歡迎。歡迎。大粒頭，哎呦，對邊個啊？你看到特別冇到 social media，你看到我食物件啊？我看到出你嘅 webpage。我幫，哎呦，這個字我看聽清楚，我對來啊，係我唔知是唔是到後邊食曬啦。one thing 好，你大嘅邊個啊？安尼南山食你無流曬。哈，我不知道，我不老實，因為聽到一幫時我真係年冇對啊，對其實我老咋，然後當今啊，你搞好笑呢，咁唔是我 keep 邊個時節啊，嗬，冇老實啦，平常嘅啦，不多關係啊，對來嘅時節叻嘅時係一禮拜啊，弟弟不多啲唔會爽你看就，然後曬老實頭兩日喎，嚟隻阿嬤咪嘅老實喎。你知我對於本來我想講我行路老細我食高碟了。哎呦，你啦，頂到時咪是你學我食咯，頂到時。就是我係去身邊，我係路啦老細我學我就學你食。哇，個笑到我真好。OK， 即係禮拜我咪講嘅話題咧，唔知唔知你招人特別跟我羅蘭咪聽講嘅，就是攞棍球，咪講攞棍球，攞仔做咩事啊？晴子就係咩事？我咪講攞棍球。我知你 experiences。是安尼款嘅，成日我係 French 就講啊，c'est normal，it's normal。normal。咱這邊，你未看病，你看病攞棍球啊 ，is not 攞累啊 ，is 白嘴啊。可能是白人啊，什麼啦？這邊啊，真正危險啦。特別我看有好派咧，所以我被講話，就是我被講啦落棍球 ，because 我有經驗就知道。那是老人啊，聽我有講過嘛，那是我冇聽到咧，就是講我對去本來嘅是交過頭係我聽嚇，交過頭對去嘅是。交過頭10日，我就對我爸冇影淡薄。你我爸接落群做 OK 啦，當然好事啊，麻煩咯，今時啊，一直人們支持我當今好事啊，爸等下 OK 啊 ，everything 就得行噶啦，本是正常啊，特別頂接落群做嘅時度，去大 GH 佢係接3日嚇。然後 transfer 嘅笨帶，然後4日啊，我講4日，拜2去，拜2、拜3、拜4 3日，拜normal 3日，我記得我特別喺後邊困嘅時候，特別我咪講嘅就是我唔捌經驗過去陸軍處個人啦，
所以我頭一擺經驗掉咯，再去落滾出個人，了加到 DGH 嘅環境是安怎嘅，了個到底哎呦，我係新嘅咧 iOS 我第個邊咧，就正很嘅聲，攏聽到得嗎？冇，聽到，哦聽到。，OK，了到結我放，我未記講，我未放這個 recording 到啲 YouTube，所以放到 YouTube，俾 recording。แล้วว่าสิทอดเต้าอุตเบกินยำเดียวตอนที่โลกุนชูแล้วแล้วนั่นเนี่ยว่าเบียวน่าพาจิวนะย้อนอ่ะรุ่นยาโยกแล้วล่ะน่าพาจิวก็พาหมอว่าสิว่าจะ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มันสิไอ้ที่ว่าล่ะซะจะสิ對我嚟講本身是最好嘅經驗嚟我學到這幾項物件，我唔捌拄過物件，我學到這幾，拄過一個無法嗰條硬去做，然後我未曉，唔知安怎就去問就去做，咁啦去裝，你對我是有，我話實際是有好物件啦。另一個第二條就是我趁我感覺我真歡喜，我係到後邊鬥下手嘅出來人。個個嘅巴啦，到啲係事。แล้ว我講 OK 啦，講攞棍柱，我講攞棍柱隻物件，攞棍柱隻，死嘅啦食隻物件。Bruce 會話攞其實會講會講係咪 topic？佢講講鬼嘅隻一個係咪？會話，你唔知，所以講隻物件攞棍柱，就是 OK，就是講本身乜大嘅攞棍柱，請知道吧？我個位嘛 the last 6 months of her life sometimes Jackie discharge hospital airport 嗰條 jeep 哇出接我 mother 出接 for the last 6 months for the last 3 months especially 3 months 我甲我兒子我人 take turns 我無成日路呢唔敢放我嘛 alone in the hospital room 就我人我早起9點我去國外嘛，噶7點阿妹了，我兒子就來，一隻巴將下面啦一來啦一個 from 7點阿妹過個 the next morning 9點我嗱去，我再去 relieve 伊。後尾就係有一個人過我 mother because 你未下入伊個密斯啦，伊密斯哎呀，伊人誒唔使唔係講人 racist 啊，但伊人啊。做物件 to them it is not a vocation it's just a job 你知道伊唔是講就愛去一直這份工的啦伊唔是講哇我要做這工是因為我要鬥下手人上面特別你啦啥你到底攞棍處是政府攞棍處冇去 private 數錢的啦數錢攞棍處然後有咧唔是講隔了，數字落棍全本是好嘅，我知，或者伊是有無成本啊。了有得我到底住喺其實是係咩物件就？伊人有一個 area， 唔知有落借誒病人啊，把你個糯米線啊，就。了伊人真點啲去一隻無夠米線，我特別去救伊嘅咋。你特別去講，你使來我係怕老會啊咩物件，特別去救伊，講哈，確定我過來，嚇，了就單一問你一個來咋，所以特項物件，了我明白啦，人做病人嘅出來人嚇，你直接是較急嘅嘛，你看到你把家己你看嚇，冇時間看了，了個有แล้วลูกกิบแล้วปลามันกิบแล้วที่เกี่ยวแล้วยังมีสิวังสิยังควันน่ะเซ็งเตก็บ่มีโหอันนี้หลังที่เกี่ยวอีกก็บ่กล้าหลังที่เกี่ยวอีอ่ะอีก然後ลูกความเป็น食淡薄เลยจ้ะอีหลังเสร็จเนี่ยรู้ใจว่าตัวเนี่ยกูว่า想做朋友嘅อีหลังว่า是我未食伊病厝嘅有時我都啥4分鐘咧，我 mother 啲款啊，
起落去，我就走落去底去伊个别店去食呀。我对来啊，我对来我看，我嘛会摇就下去伊个桌顶去咧啊。所以我入去诶房间，我看伊摇，我嘛带伊落井咯。我伊咪死来，我讲按照我嘛会摇伊无食，伊困着。伊咪死甲我，因我虾米啊？伊讲。我人要互伊食，但比伊买食嘛，伊买食，我人等你来，你互伊食啦。哈哈，现在你在面说了啊，回车来啊，回车搞嘟嘟，冲，回车搞啊，青青 ，hello，回车好无？好，回車都會清知啊，你知啊？多謝上次多啊，嚇，家定兩個講就聽唔見啊，我哋講到錄緊出啦，我係啥啥咪？我基本是個人咪，我是定住是講，伊就是看路到底下邊，伊人特係咪叫買做，叫路做。對。伊講看到包店嘛，伊要行物件，你八幫助物件，要行去搶你家己搶啊，你家己下邊後尾家己去搶去物件，因為有啲物件我。伊若是講家己幫助，我看 OK 啦。特別伊老血啊，伊老公講特別看伊會幫出來啊，若是有血特別 check 到這血。我唔是講我唔是講甲因結教，講我要做，而是伊人做。我是無咪插，我是要緊我知講我大下邊是地嘅點聲嘅啦。我是講地點聲咧，我無插，我去學曬我爸，我免插你微笑做無做。要緊是我爸妹妹對就好，我成日歡笑。特別。伊樣要驗嘅時，特別 check 看，伊特別幫到這。伊樣無去做，我去做嚟講，伊樣乜咧會知啊？所以無去插嘅啊，無啲雕講無寫講其實幫到這，伊會有咗這，但係你無插喎。所以我哋去到你知哦，你知攞去你紮佢啊？你看我係你爸 hospital 紮嘅時啊，你未使看啊，你厝人未使看，你除非你是老官還是咩事呢？我未打鼾啊，到自己去。我走起來看。John 我嘛是看，但係 because 啊，我想我叫我甲你講啊，是你捌最你捌。我迄個private hospital 叫咩？蘇金。蘇金啊，蘇金係老官處，老官啊。課外嘛，嗰時我小捌，我人嘅高雄嘅人嚟。有一個老官，伊細聲，伊甲我講，你啷都唔使二四點鐘一個人去課嘅嘛？誒，講這是蘇金嘅病處嘛，啷都出淚了。我講誒，我看落這邊嘅蘇金嘅病處嘅意思啊，我未放心嘛，我未放心。我知我甲你講啊，早起我9點我要去病床啊，刷路我下去網上我去買蝦米去送伊物事食，我若無送去送伊人食去叫朋友甲伊人啊，你叫伊人你帶路證伊人就無收入嘅啊。了，個節頂次時我唔知，我咪講到一件老官處係咪啦嚇？我是講真嘅，我就聽咗一老官處告訴人，只要對處我八集老官處時，我聽咗一朋友講我講，一個有乜嘢數字嘅老官處，嗰啲本來嘅，伊講伊叫伊嘅第一證，了伊咪是嚇咪條女，第一證就打個關。有影咩？有咩？我的student 是單親條女啊！可以啊，我猜我人這邊冇呢。我唔知，而家冇呀，做事啊好笑。我是講，都只會單親有女嘅。嘟啦，我唔知嘟啥咩話。然後 OK，等陣我講我想下就對啦，對，然後你冇你第一正嘅事咪是叫你看到國考嘅時候，可以彈是叮當上面國考咪試啊，咪 area 位咪彈嘅咯。然後我朋友到啲國考位，即是伊教講人去看伊嘅，我隻朋友嘅媽啦，然後伊差唔多要過身咧，所以人大邊是
大家要 cancel 就啦咧。所以因為伊朗搞到去除嘅朋友拍靠到啲國家，你咪是看到冷蛋，亦蒸蛋咯。你咪是借了俾冇點蛋啦。哎呦，我隻朋友啊，伊講我看啊，我未打喊到一頭雞，佢講啊，將兩大隻下邊兩個冇去講。伊講我未打，安怎樣借了邊講唔是講做物件喎，樣啲拍靠，你講話咧，蛋咧邊啊？伊講確定係 emergency 是安怎好？安怎啊？咧一個就個咧無插一個可以看。伊講看未打喊。你知因為安怎啊？阿 John， 伊朗即個叫啥物啥物 private hospital 叫啥物？數錢嚟落關處，數錢嚟落關處啊！有真正一間嘅房間嘛？嚇，一個面試個幾間，一個面試個幾間。伊會開那是啲大佬伊開啲即個啊，唔是伊朗嘅改啊，伊朗無曉路嘅。特別我好彩啊！我爸古早是做老官了，佢老官安尼係老官國外嘛，佢เรา是朋友啊，伊朗知，所以我那是去個第一間啊，無插住個伊朗會走嚟，伊朗會走嚟啦，特別走嚟入去房間徛成個茶頭呢，我無插嘅，我叫我嘛會執來看了我問伊朗，安怎這個是安尼，安怎這個是安尼，伊朗有應我。我就是你知我俾吹人，我到底 GH 是啦。嗱 ，OK， 我頭先我俾講清楚嘅是，人到底 GH， 你絕對是安尼借人，安尼借病人。我是在講伊未使學曬，你間嚟好間，你去數錢嘅人嘅hospital，你對你就出路嘅數，我並非。所以我有看，我捌條朋友本到底下邊，啊咩我講我爸嘅事，因為我講羅名嘅，我有捌條下邊嘅人啦，因為。即係借病人都隻嘛，你屋企樣出嚟人借到面教我白借個病人嗰時幫我拍殼係咩物件？你是無類嚟講係，如果有在調去睇去大路滾出啦，你因為你無咪學曬你係，伊你 service 真正無好嚟講，你個有路滾嚟看你就，你話並白，特別但是你個幾千人嘅時候，你若殺你心只痛，你就你看到安怎無來，安怎你夾你家己夾你無，安怎無來，安怎無來。你看你家己嘅人啊，去坎坷啊，你心企下，你看伊人，你係無插呢？我去找我一個朋友帶去嗰邊嘅病處咗，我成個路了看了我未卡了。被砍掉，而家這是意思，我講咪就是被砍，你講就係被砍掉。我未即係我被開除啊，特別我唔加成日起哄啦，我加小心我講講，唔是啊，即人啊老人啊勤苦了，你應該啊，你若是未求伊啊，求一個老官來看一下啦，你看伊家啊，伊家人安尼煩惱，我講。刀卡手啦，做人未理你就，你做安怎後本事來啊？你保庇天公啊，你唔通你老嘅點點，你人做你安尼款。我本時有嚟看，我到底頭一名要記是頭一名第二名，我係actually 是大幾名，拜四到拜二，就拜二一名，拜三一名。แล้วหาไปสิว่า transfer so 我是感覺到我要叫伊面試來做物件是我袂使錯人因為我買壞人我再講這是政府的勞工處伊人本真無的我不明白特別我要叫伊人來做物件伊人若是你無夠硬伊無插你的若是你真正正辣，哎呀，正辣！我就是俾梅阿龍，正辣！你叫站去我留下啲 message。阿龍 ，hello 阿龍，你嘅站會是我係見節嚟。站，我站咩？你早起介紹掉啊 message 講正辣你啊！我佢直接我佢其實10位，我聽我
是吧？你講嘅物件我聽無，唔知芝麻係正辣，我咪咱講食食嚴重啊，正辣啊，是正辣啊，是咱我講唔對，是正辣嘅。我 actually 我腦裏冇講嘅咯，所以我唔知我是正辣嘅是正辣咯。特別較只應該，特別講應該啦，應該是無鼻腔嘅意咩？係啦，正辣，我係正辣嘅對。正辣啦，食物件食物件食嚇，因為我係朋友嚇，阿老闆做啊，伊個爸是專招中國即個梅嘅人。就是講伊是長沙人嘅啦，伊唔是范冰出事嘅啦。對，I think 伊唔知，I think 是伊度，是伊講嗰邊出事咧，伊講嘅伊爸講嘅是較到啲中國嗰邊嘅講嘅啦，所以伊講我唔捌聽過正辣，伊講是正辣，嗰啲是上嘅正。應該是你看咧，我同你講，咱人有講隻音啊，有鼻腔音啊，攏總是因為番下話嘅。哦，所以咱人變咗，變嚟有隻字，真奇怪，有鼻腔，因為我上邊。叫我聽住我講咩？聽住我講嘅咪是啊，我講大。對，咱人講啊大啊，咱人講隻鼻腔，因為迄個娘娘，佢咧講話。lama山丹是啊。lama山丹。所以咱人變嚟學嘅話，就講隻奇怪嘅鼻腔音出嚟。哦。關係物件嚟。OK，我可以繼續講。Anyway， 我咪回到講，等我講個道路，我講正辣了哎呀，等我講咩錄緊厝誒？去咗普羅咧，而家普羅對面來喎，屌普羅。等我講咩啊？講個正辣耶，錄緊厝。錄緊厝，錄緊厝，你叫咧面試。哈哈，你話我對，伊就是講伊無正辣啦 ，emergency 啦，伊無想講伊只 emergency 伊無插入嘅咋。了若是講你除非你去叫伊，但係我無放心幫我爸個幾隻人到底邊都是，我爸坎坷，你安怎 expect 伊袂使徛起來就到底退掉 ，because 伊徛起來伊老歲，所以退掉。我幾日到伊叫我看伊叫伊面試，我想去過好幫就是對那是，我看伊叫伊面試無人插伊嘅喎，所以我看到知道我就袂打，我媽教我知講，我無插安怎，你人叫我安怎，我今日特別大真困，所以我特別講就係，因為咪是。我明白，特別你個未使名人話面試，因為你樣個時面試個特別嚟做備 treat 你爸嘛，所以你未使錯人，特別你特別食粉，我就特別是講大郎，你使嚟隻大郎，我哋使嚟隻人喺叫一叫。南西來了，南西來了。 Hello， 南西歡迎。John，喂。你指起啥？到了頭啊！你指起啥？你到底都是6 bed section or the general public section? 伊是伊 open 嘅嘛，是唔是？佢 open 真正係面床嘅，然後一個 counter 到啲 center 嘅。對，我唔知。所以到底好平嘅啦。伊個 what 是 actually 是 post surgery 嘅 what。So 下邊較無百位，無比百位咧自然講，就下邊是有啲算，下邊成個是有唔知是9條還是10條呢啦，特別你知百位嘅我啊，我見過百位我，好較濟啊，唔知伊名稱啊，10條排隊呢，邊咧10條佢擺，了 OK， 咱講無愛講頭一條，無愛講有紅線嗎？無愛講有紅線啦。แล้ว你看到物件無？嚇死咧！嚇死我無插我係腦啊！無去插小呢隻物件啦！我要見頭就 priority 是咪？我講你啊，隻物件你聽下，就講真係我無插小鬼無鬼啊！伊袂當怎辦啊？你知我就派款你幫曬對唔對？未幫曬成日你我卡住坑脫掉㗎，那是一擔啦，那是一垃圾啊，我未幫曬。咁樣就放喺邊？攞到，我同你講，我變咗教我爸時，我頭一條物件要緊嘅物件就是教我爸，村嘅物件咁了無插我就下面物件，我無去想，我 standard 真正嘅，我咁了物件 priority 是幫下我爸嘅。頭一名，我落去幫曬，我是落去幫曬啊，我無去想就講幫曬係你物件就無應該教我爸，然後我哋依個我。來選嘅是伊老官啊，大老官，
伊叫伊面試官嘛，人出去個了誒，伊講買有巴嚟，買個了 patient 又買有巴人，because 想要 discuss 嘅 case 上面，所以官嘛落去個了，我嗱落去樓下等咯，所以我記掉我嘅電話、電頭係咪我 back 我度去 charge 我嘅電話，charge 半啊，我接物嘅上面我俾落地包啊，後尾包伊冇咩接嘛，所以俾落地包買咯係咪？然後我伊點個了冚嘅嘛，邊點啊？我走落去樓下時啊。我去買到水啦，特別我冇去買到冇接物件買啊邊，然後我個冇愛出去嘛，所以我咪是接我包，我唔俾罐包落地包，所以我啲樓下接喺落地包，咁連米咯，然後之後佢啊死啊不到係幫晒，係幫晒啊喎，然後我是講我冇學啦，我講我冇錯啊，幫晒咪是幫晒咯，我有想到啦，特別我講我冇法度啊！我看要緊你物件，唔是我把到底都係幫晒。了我舊位爸講啊嘛，講你落捐看了，你拍電話給我啦。啊，伊就講行順了，你拍電話給我了，走去咯。所以我咪是行入去啊，時我就行去後尾要吹插電頭，要吹電頭再吹電話。行去去你後尾時，我看到我看人當面拍角，一個朋友一請到 hospital 講，一個冇請到 hospital 講。然後我看到樣我時間悄悄，然後到等人啦，然後我講我要吹電插頭，然後我同佢講咧行開頭，然後佢哋對我即刻走嚟，伊講你是唔是你邊度好見呢？到底老คนชู你知哦？一個直接講得暗暗下邊嘅，because 我講無人暗暗有可能看領下邊 ，because 要烘啦頭前，你冇到只逼切只抓到啲樓頂啊，所以我落來時特別走去除烘咯。然後行來時走嚟講，伊講我朋友啊，係自己條定義，然後嚟到老คนชู只節了，到要好了要食米糕人，所以買米糕人嚟去食。伊講要聽你本來學嘅嘅 show 嘅。แล้วก็เอาลูกเกลือแล้วลูกเกลือเชื่อว่าแล้วคันนี้จะไปแล้วจะเชื่อว่าก่อนพักค็อกเทลแล้ว我เชื่อแล้ว冇迄是 after 幫曬啊แล้ว所以我不多聽嗬即係咪咯我不多聽我咪是行吹砧板咯แล้ว我看到有一格嘅砧板咧我咪是冇大啦我再講我爸我嗰邊有砧板樓下冇砧板แล้ว我走去吹樓你冚咧依個你 outpatient 嘅話我啲冚咧啊所以我是扮講伊冚咧我可能個前期咯แล้ว我記住佢伊是前期啊冇啦三啦是講特別我小學幾年啊我有可能差唔多有15年冇我多整18年 maybe 16年17年我唔捌用褲嘅產品幫晒哎呦แล้ว我去嗰邊我是冇你叫我坐咧就問咧我是扣緊幾厘啦你是褲掉你卡出面凍掉咧淡淡嘅就問你知道แล้ว我就特別冇就問咗冇就問咗我係時我係 now 是 solve problem solving 嘅我冇去講安怎 avoid 啦但是講我是冇事嚟講嚇我就可能拍電話叫我爸聽定接我叫我爸載我去 hotel 去辦嘅上面 so 我就入去就經看 assess 看伊康安怎我特別安怎幫曬我冇就問咗我 tissue paper 啦我冇就問咗然後我 assess 看我就問咗教我 tissue 教冇教然後看伊個牆嘅你水嘅擺幾厘破幾厘，我時我看擺唔知有曬嘛。那時我就 OK 啊，好時我講 OK 我係使幫啊，然後我咪幫咯 ，OK 啦冇事，還是老師講我冇去想咧，就我去幫，我爸拍電話嚟，我講來啊，而家冇老公個未遞過，你問起來過，而家我講。แล้ว我佢講 OK 唔要緊我到啲樓下我講我這條揸電話我幫曬了我去揸下電話佢起來伊講我爸時啊你知講伊是啲聽然後到啲老公處嘅人講亂抓幫曬你唔係你知你咪拍電話叫我知嚟載你去學到你胡你知啦哇夠啦我即係一時都一間老公處 GH 呢邊
Padang Puluh 呢邊有 hotel 啊？誒，我冇想我咧坐了啦，我冇想我咧坐了。我要緊時我都唔敢放我爸了啊。冇 hotel，冇 hotel 啦。冇咩 hotel 啊邊個？ GH 嗰間唔是 hotel 係咩？我你卡古經，我卡古經嘅路冇，卡古經嘅路出來就是 hotel 了，只係近呀。Tolo kami有 hotel, Dato Krama tolo hotel。伊唔是 Dato Krama，伊唔是 Anson Road 係咩 ？Anson Road 唔是 hotel 嘅啊？唔是啦，呢個 GAC Polo Ground Residency Western Road 嘅位嘅。OK， Ansulut 你講嘅 Ansulut 就係 Anson Road。特別前一會，前一會啊會啊會啊。OK，我頭先我冇換車，我冇換車。Uber 嘛，先。我 Uber 特別我唔敢放我爸，所以我咪離開 hospital 都明唔明？佢 call Uber 嘅幫曬我咯。誇張，你我都對嚟做衛生部長啊！我你馬來西亞你喺你多甩啊，白啲多甩㗎。正氣嘅啦，係啊。都做直情辦嚟，都直情。我講到嘟好啦，咱過掉你 toilet 啦，去 toilet 啊，冇地到垃圾，我冇見佢美國啦。有時講你嚟韓國嘅話啦，public toilet 是正清氣嘅啫。你是看伊人啦，伊係 public 嘅。佢哋咧講，咱咪講韓國嘛，佢哋咪講韓國，咱咪講韓國嘅物件，所以佢哋講。我而家阿龍白白講 style。OK 好。แล้ว OK 得，แล้ว OK 我咪放曬我爸度上嘅話，แล้ว我講我的我 gut reaction 就係就是講，冇我放了，其實我是啲放掉曬佢咋，還是半，我直啲哭了的。我講我爸講，แล้ว伊 reception 我冇咪好啊，我覺得聽到，我講唔係歹嘅，我講我放了 ，OK 啦，我免話到我放了，我當時要 judge 我等我咧。冇，我嗰啲依度點解咧？嗰啲為我煩惱咁玩就放曬。你結標人喎？冇人，規間冇人，我唔知有人。講嘅，即係你大漢就落嚟講啲放曬。แล้ว我到底我到樓下放แล้ว我去耍清啊，去咯。แล้ว嗰一道是拜4早起嘅時，他其實我already心小小講要安怎 transfer 伊啦。然後特別還是未有 resolution 嘅，我唔知安怎個。所以我拜4早起嘅時，我本就成日未放曬咯，早起了到底要 what 裏面放。係你冇時間嘅，你本特別我老實講，還是我冇去想到嘅啦。伊是淡淡咧，落去了個一間個會嘅了。哎呦，我冇查咩，我同你講我冇，還是我冇，我袂記，我成日我 priority 冇想起，我 now 成日冇想起啊！你心企係大行㗎了啊？家下有冇 focus already？然後我就係講我真濟物件，我若殺掉，我唔知，我冇得做掉安係物件，我本會只冰冰去做啦。對，真濟物件。because 你拿我點樣想啊？係你第一要緊你做頭先。我第一要緊就是要 make sure 我係把好事，我所以我冇出你物件啦，冇去想嘅了。了我是我是被講攏 hospital 食咩啊 ？hospital 會食嘅物件，就是 OK， 就是咱捌大過落去出，南西應該捌啦，成幾過。唔是成驚了，佢大咪使冇大了，大了看地少1刀、2刀、3刀，應該有4刀啊，4刀，4刀咯，特別是大 private 啦。我就係驚教我們呢，我爸是年頭咯，我爸咯。是到尾教我們 hospital 嘅了是。個 bad experience 啦，對我個做保險咧，定咪我就出錢得就濟嘛。都盡量啦，盡量是 A 是咪去啦嚇，G 係hospital啦。我諗冇時香港特別，我是講 at least 你無類嚟講係哦 ，at least 你有攤落觀看你就，你咪成講一頭無類啊，你死人可能。對啊，so 因為我知我明白，唔是特人有辦法。老實講啦，我老實講，我係爸養70幾歲人啊，嗬。伊 insurance 真正歹買，你知伊 premium 佢真貴，了。你買掉因為 cover 冇錢借的，因為那 premium 就。sometimes 我愛經 hospital 買些字，因為嗬，你直接去啦，
你只坎坷出來啊喂。哦，尤其是你是government hospital，伊是無幫你出來啊喂。伊直直講你家己就要responsible 啦。哈哈哈，對咯，往時就變咗咯。因為我嘅爸是伊一個失去嘛，所以就送去第一間嘅government hospital 咯，無法咯 ambulance。所以迄個時我看伊較好勢，直接了我嘛愛 transfer 伊去 private 嘅，我無插。我就是愛 transfer 去 private 嘅，迄時累佢哋又買去上就濟了，transfer 去甲白費了，乜仔我去硬愛出來嘅時，doctor 是無好嘅，講真，我是硬愛出來，我安排好咧 ambulance 甲了，愛轉去 private 了，Sunday 我係把 unconscious 去哦。哦。So once unconscious 了啊，就被刷啦，被刷了，private hospital 冇收啊。哈哈。都就是 too late 咯，你看。所以所以你 conscious 嘅時咧，會 start 做下咩 decision 咧？冇，I mean 唔是 emergency 啦。最好是看好好 ，go for few option，go for few opinions 啦 ，doctor opinions，你個接傾是冇險嘅啦，講好嘅錢嘅了，你嚟接。對，講接啦。我就是我經驗就是咧，南西，因為我嘅爸是，伊 actually 是去做 outpatient treatment。outpatient treatment 了，伊老會未知，所以伊就讀 GH 啊嘛，GH outpatient 了，所以真正 understandable 的，伊直頭送伊過去，伊隔壁我然後接去。但我們是講，我唔是講我累大把，我被開，都是愛伊 comfortable 嘛。咁無你愛伊 comfortable 了，你愛伊舒服了，你本愛你個人。嚇啦，對。個人本真大 impact 嘅，唔是講困掉嘅人本。我出節看車。佢個意啱未再去人嗬，本是鐵人嚟對。啊！你個病人啊，人正，你個人啊，伊身體正酸啊，一生對。酸了，真啊，了買本真多啫誒。對。係啦。因為我去搞蚊看到人件嘅了，對面近住 can see。對。隔壁佢 can see，了後尾佢 can see，特係日本有誒，哇！你有影成日坐啲一個。上個你 hell 你講對，我係記我見南西咱冇講掉嗬 ，because 咱即係我讀路嘅時 before 嘅時，我去，我教我講，你是講可能呢？我有想到特別是冇 expect 講會真 happen 啦，我是想到可能，然後我去教時時陣，我就是下嚟了，就是我。接落來細漢甲大漢，我對老軍處，尤其是嗰政府老軍處，因為有淡薄無好嘅memory 啦。我啲想到就是我直到細漢嘅時，我攏咪嘅裝腳咯，我唔知攏咪變靚，咪嘅裝腳啊。所以嘅裝腳是當中嘅。伊是我嘅爸K8嚟啦，伊只細人我係爸嘅，然後我姊是叫伊成日去講咧，叫伊坐喺巴只個位爆掉啦。然後伊大咪是接落軍處是伊度大 DGH 咧private 伊是叫唔知咩private room 啦。然後我去看伊細漢嘅時，我落電梯落來時，伊電梯開起來，有一個人殺掉咧，伊 stretcher 名稱為。accident 喺上面唔知血㗎了，然後實際我嚇掉你就我細漢時嚇掉，然後我就真驚啦，然後如果第二條是你看到人啊受苦嘅時啊，就因為心就真正亂嘅咋，是唔是咁曬？你看到人這樣啊天啊，然後是會心亂。有咧伊夜接來嘅時候，伊規身軀血啦，嗰是卡手啦，唔知安怎了，這。總之是你看一隻無清心就亂就對啦。無正亂嘅咁，你嗱就唔好講啦。我咁半時開始接別類嗬，成日電話到喺我爸走本好啦，我咁半咗就係，伊是基本起家，I mean 伊是 let's say 伊起家 private 本好，伊無好啦嚇，伊無好伊把路伊安怎伊 ending 本是。我爸本時貴線了嘛咁冇，因為去個 private hospital 伊貴線本好啦，本時貴線啦嚇 ，end up 本時注定係啦，即係咁。特別我咁慣。你是講at least 伊較 comfortable 那麼？
comfortable 啲，一走 before 一走嘅時，一啲一個加 comfortable 嘅一個所在走，我感覺。我就是我到底你 GH 時，我就想講 OK。我是想講的是，哎呦，我唔知講好家在，我是想到好家在我有到迄邊，因為啊，我唔知安怎，你安怎講 GH 點聲只 strict 嘅咯就，伊比賽，一刀一人嚟，一刀一個人。一刀一人。Only 是因迄種真正 serious 嘅人，該會使有家己人啲邊個講。因為伊個那是個別來嘅。對。伊那是真正無用咧，我佢垃圾唔使攞伊邊個會哦。我真解嗬，伊無甲到對係patient程度對晒哦，甲了patient無清晒哦。規個 word 甲了嗬，甲了uncle 啦，因為伊是樣加 serious 樣甲了綁啲成嘛。你係 doctor hand 伊上來看咧嗬，你看綁掉了，我爸無清晒了 ，jobless。你我爸啲咩啊shaking，所以問你使無人咧？你解我大解 nurse 講，你兜卡手是，你些 doctor 看了伊有，看了伊身軀嗬，伊無解程對三兜卡手就解程度對那是往不啲。跟住上本咧，係你 nurse 無解程度對嘅。伊講解了人咪是無情嘅。就是咯，要都會啊，是你 ICIO 還是讓教做 something 呢？無本啊，我爸人家 ICIO 是，我爸80歲來啦，伊解無情啥。我就是，我看到你心跳。就是，咱家己我是到較早時講嘅時候，你看到家己心跳。真啊心跳誒，真誒，你伊食緊嗰邊搞，伊拎而且你發燒，伊有發燒，伊發燒但是發冷嘅嘛，咁無發燒啦，發冷。你無人計情啥，但到基本是伊衫就是開咗了嘅哦。你唔是，咁你人不肯開掉嘅哦，咁。還那啦，個人那啦，個你無情殺嘅那個氣喎。特別還那個人那隻香蕉嘛，未必養隻。一會做啦，一會打喊垃圾啦，特別我等人別，我爸有樣慢慢意思啲發冷掉。啲發冷。我只你嗰邊我觀察，你到底 serious 唔就有個上嘅腳啦，是就呢條 drip 啦，你上嘅腳誒是攞嚟學到咪學到。我識到即係物件怎啊？講下。是有咧 OK 上啊，迄個UH 咧 ，UH 一啲快 OK 啦，我看過我朋友，我見看過我朋友講，一號人當人本嘅，人當古巴哦，唔知，朋友開到啊，俾號人當古巴食，我回咗朋友人真食，別講都食。我講都食，我食又好食哦，食好食哦。特別我俾做咩開到韓國白紙啊？什麼做咖喱嘅？我冇笨蛋，冇笨蛋嘅喎，一樣冇笨蛋嘅。我擺你是冇咯，一樣唔知啦，唔是買就是落地裝可能驚啦。private 你就學到經咯，學到經咯。伊上個 hotel。上個 restaurant 咧，伊家嘅 menu 炸起來好勁嚇。啱未好多經乜滯咯，乜滯啱未好經乜滯咯，特特之。喂爸，都講嘅字 actually 是有開到看下面病啦，是講 normal 冇咩開到嘅病下面咧 ，private 是 OK 嘅，會情況搞掂咗嘅。I mean，把你往等人一個 family 你講啥事情況都夾唔出咧。咁冇，所以第好是去 private 啦。想一個dengue下面咯，第好是去 private。我講特別，我做保險債嘛。discharge 呢些是一個 dengue，伊間到 observe 嘅嘛，伊冇藥劑嘛。我3千幾4千。我數錢，等住我去，我 experience 是自己是我係八大一間咯，我去辦大 hospital 啦，辦嘟 ，sorry 嘟帶嘅好啲，你我去嘟帶度，我去嘟帶度嘅時候，嘟帶係上岸嘅，哎呀上岸是，係咯，係啊，แล้ว去嘟帶一間嘅咯 experience 就知道，伊誒 actually 我唔知是我到底比較住喺上面，我感覺到伊面試是真正好，伊嘅 service 面試真好。
了樂觀好是要緊，特別你未試過，伊坐過你樂觀看嘅嘛對。是所是。真係是我看伊未試好啊，我更加放心哦，我係對厝你知哦。啊，你對厝間無，你講哈，你講人本心情啦。真係唔是講係累是何意呢？是累本一啲是行來買累心情。對。啊，看病人本就快好，因為心底下人可快醫未好上面就是 lack of the caring。哈，你看，未好我是 caring 嘅事。innocent care 啦。嚇，伊無這種嘅 caring 係咪哦？你看病未好，因為你想我講，看到這對面死啦，他定個隔壁死啦，後尾死啦，特之上 every hour 有人死你可能。你看病人看了本垃圾在電視搞啊！係啦，我甲你講啊，我家己捌入病厝啦。迄個頂擺點先我入病厝啊，少年啊戇歹，我做朋友甲伊面試甲面試頭下面有，只會開刀啊，早起開刀，3點轉去房間。6點半，老官要來伊個樓呢時，伊即擺房間找我無啊。伊看伊名面試啊，講伊爬升去倒咯，伊個面試頭甲伊講，甲伊個面試講，你起頂面啊，你見到你找到伊個，你查某啊，伊起頂面咧，去小หุ่น機。有影啊！我起我殺伊 drip， 我殺起頂面。特別講我暑假大 hospital 嘅咯就。好真係真嘅，不然我暑假大嘅，真係真小款嘅。我曾經開一個 small operation 去大隻哦，有睇 claim 啦。對，我本隻小妹大 hospital 嘅。講快嚟。特別我講林世講先 ，sorry。阿龍講先。你就講我係講數就等我有數字嘅物件，人講我16歲就死嘅嘛。Anyway， 我直接講啦，咯，係我咯。係咧，我嚟韓國整呢嗬，我 make sure 講我成顧好勢咪，我就驚講 visa 被 approve 嘛。我唯一看到官咯，係啦，有時我個錢就無類咯，老實講我哋邊咧做講錢就無類嘅。係啦，我未當未曬咧。有累了，我甲上邊看落佢，所以我未看證，我成未成咗證講，我有俾保險啦，所以唔知講，即保險咪 cover 之類 cover 起嚟。我都係講，我白照冇咩好勢啦，正後面冇勢啊。係咯，係咯，交俾無法度啦，就一隻物件，即係保險未 cover 啊。Actually， 其實嘅 hospital 是真正冇得嘅。數字呢？你講數字呢咯，係咯。你 general 我估冇咩愛去排隊嘅啲物件㗎啦。了。係咯，我因為我就係我表哥講，我16歲死，我真嘅，我佢哋講嘅，係咯，我唔知做乜事啊，我自己hospital啦，我今日講，有時講我有一個真奇怪嘅病啦，你就懷疑咯。做咩事咧？真奇怪病咧，有咩奇怪病？有人 N 叫啊！哦，咁然後小妹，沙德呢小妹 self victimize 一種嘅 feeling 嘅咯。我自己想，有時講一種係啷個病嗬，你可能看到講哇，你佢哋病了，你佢化解得好啲啊，你佢係邊佢係 positive 啊，所以我常有安尼款嘅一種嘅 urge 講，有時我佢哋病就好啊。所以我真係我俾多開俾佢。我冚起啊！是你鬼神你啊！並亂，我冚一下呀。了，南西做咩事你咁大咧？我小無明白，做咩事你咁大？你是講你是掉咗病了，你個攤用 insurance 到 hospital 上面，我無明白，你個做咩事咁大？因為第一嗬，第一你到 hospital 嗬，แล้ว學佢識嘅人在先，即係佢識嘅人㗎แล้ว嗬嚟看路啦。哎呀！我八句我大啲，一個人嘅環境嗬，我朋友有一個咧來成開八啲，啲嚟。做開八啲嘅好啊！有時嚟嘅特別嘅樣講。我入病厝嘛是家己一人住一個房間，特別啊有阿龍仔講 insurance 叫係咪？保險啊！你若是住去病厝啊，你保險啊？
你若是看病，你特别大，你无大，伊保险无无包。特别我就无爱大病厝诶，所以我若有人好势咧，我就直接乱甲伊面死头。会对啊，我会对，我你袂使对，你对落保险无赔你。特别你若是爱咧，我甲老公讲，叫老公来验你看，若是好势。叫老公好你 leave of absence 你会转去今暝你去困，马只早起你个转来。有咧想做工喺度 on leave。你好你 leave of absence， 所以我入病厝我是安尼嘛，我若是好势了啊，我唔爱大，我无爱大病厝。因為你闲，你特特一人困了名稱嘛，無朋友來看噶，看電視機啊，是特特有朋友來看哦。像我成驚係時，哇，看特特是看大妹哦，看有無人來看啊？呢個好來看，佢只擘掉，可能妹有無人接來看啊？有朋友特特接出去 OK， 你歡喜嘅。誒，你就爽嘅就碌，紅咁冇咩朋友啊？冇咩見面嘅朋友行咁出嚟嘅喎，ยังควรจะ Facebook โพสต์หาไลค์คุยตีไหนหรอกันแล้วไลค์น้ำใส่กูสาวอี啊น้ำใส่我大病厝那時每開有人入來啊，我頭接咧，我看咧就接來，我看伊靠動去塗骹，我頭先啊！你驚咩？我大你坐到我就講真，我大你坐到唔捌拄過啊！哦。我大時打，我唔捌拄過。我講我國外嘛去病厝啊，我無想過安尼物件就，我甲阿妹啊9點阿嬷我家己，我講出嚟，我家己本身看病大去病厝，我驚。哦，你是唔是驚鬼？你咁咪大嘅事，啥？你講掉無笑，你會講掉。哦，唔覺得無賴啊？冇啦，我 hospital 你無賴。我特別隨一間嗬，你 feel belonging 嘅。你問起是所大，成個我嗬20年，我本是 follow， 我本是我 stick back to 一間嘅 hospital 嚟。我無講一間大，迄間大嘅，所以嗬我大家上班迄邊。你個識氣，你個關係。你曬個咧拔我，喺你 doctor 個咧拔我咧喂。什麼是無上嘅 call 啊？無上 call 嘅 doctor 啊 ，specialist 個咧拔我呢喂。因為 file 啲邊教我一件出來，我 file 成一本冊安尼教嘅。所以我接我 anytime 接伊人開我 file，就我係咪 allergic， 我第時做過咪個咧樣。所以第好是安尼款，咪正較大，迄邊較大。所以你 file 個咧一 OK， 咱講即，但我咱講就類嘅事。我老實講啦，咱知我唔是，咱知我是阿面做工人，唔是講成話好嘅啊，是做咩生理人。我若是講。我啲時候啦，因為我對住我同你講我捌掉，成我捌掉一個河南嘅 family 啊，我甲伊當今到啲 Facebook 講話，甲伊罵又講話了，伊樣到啲面講時，我是甲伊播啦，有講話，แล้ว我變咗朋友去，แล้ว伊個另外一 family 本第二 family 我冇睇到 contact information，特別我做拍 call 時有講起，我 transfer 我爸時。伊人順我叫我出來，特別我爸 ambulance 嘅人就到啲個，我 arrange private ambulance 嚟坐我爸，所以我就啲單有依個靠，然後我就教你另外一個家庭講話啦，河南啦，伊教我講，係咪是我心田我聽到嘅事，因為我按照你爸 ，because 你在嘛樣看到我爸就得。所以因為我講講，我今日就要 transfer 伊過去北京 hospital 啦，看我厝嘅。我冇，你即我冇愛講啊，我俾坐去蘇州 hospital 較 comfortable。啊，是啦，伊人安怎想？我心疼，我自己所以我講我俾選我爸去看我，特別熟悉本啊，因為是看我係厝本啊，到底班唔知到位，班大到位。送愛多。我連厝是到送嘅，我亦不是到送嘅話，係所以冇講真係回啦，見啦。然後我講我俾選伊去看我咯，然後伊講伊講好啦，伊講呢，你有在調到
頭去山就好啦。伊講我人唔在掉，伊講呢，哎呦我聽我個，哎呦我心個衰呢，聽了。仲未來 abandon 你了啥？冇啦，唔是想講 abandon 啦，即是我對我唔是講 abandon 啊，我是 feel 到講你我是 hockey。我 hockey 啊，我有 hockey， 我有在掉，你知唔知？因為我老師啲想了講，你算我是這麼數感覺到我會較有在掉，因為我有兄弟啊頭一條，第二條我賺美金，但是講我開這條鐳號嘅巴是美金來啦，唔是 ringgit 來啊，我就真正開啊，你知唔知？所以你想到講一條鐳，伊是你講。人講起來做工人啦，做工人係安尼這類本是真正艱苦摕出來，本來唔是講硬啦，我是因為想到我是因為我開美金嘅時候啊，我較無呢解呢，你知道？怎麼聽到我是哇，我心真艱苦，我是這個哇，哎呦，阿邊我是想到我是 hockey，唔是特人我呢可能 hockey 就。啲迄邊格唔是特客人會走嘅，你知哦？都是咯，啊，唔是特客人會走嘅。特別 actually 老實講是，咱國家無用咯，國家無內容咯。你人無食，那好對食好。即係咱作為人嘅人民啊，即係 health 嘅 issue 啊是真正要緊嘅。老實講是咱國家無用咯。應該特人破病本有路管看較掉嘅。特別有啊，新加坡government好過 private 嘅啫。啊 no，是咯，應該嘅，韓國韓國香港嘅了，government好過 private hospital 嘅啊。but 嗰一條啊，伊病人啊，會有，所以我嘛貴先90歲啊，妹啊，伊一個月病厝啊大，一個月2個月，2禮拜啊。tetap 2禮拜啊，伊 hospital 嘅 office 啊，就打電話，就講你落嚟行鐳頭先，2禮拜就俾行伊人鐳啊。我嘛90歲就 insurance 到路價，我了冇 insurance 嘛。這是數字啦，數字啦，為啦。數字啦，我剛才講嘅時陣，我係頭接落關處嘅事。我是講 OK 啦，我 hockey 啦嚇，我開美國類，我對佢我頭隻接佢時我都學 tap 地，會學 tap 地嘛，廿件 tap 地，所以我有講 OK，我是教我老公講，我係爸冇 insurance，你會使教我講話阿家伊會開阿家做這類，所以我人會 prepare 啦。แล้ว because 我唔是講有在這類嘛，唔是講好驚嘛，做本來好驚 podcast 就冇類談。呢個時，我冇講談就係特別，你學我再講一個 range，我冇計講我是要再 range，because 我教下邊我冇插講，我是阿家講我會再調我家去，所以呢度教我講阿家這 range 就好咯。แล้ว我咪是去學地地咯，學地地嗰時啊，一頭就拜4節拜個拜4嘅報完期啦，แล้ว一講那是馬仔早起。伊都袂做，伊即手術，做咩啊 ？surgery 叫咩？開刀嚇，因為開刀了，然後伊特別 actually 是無開，個無刀啦，開刀。伊是用嗰個阿咩嘛？endo 用 scope 啦，用 scope 嚇。procedure 啦，แล้ว伊咪是去做啊，拜個就做啊嘛，拜個做呢隻 procedure 是第一，開刀是第一大條嘅類咯。我特別講靠就我還是我看啦，把做設計好時出來，後面我到底早起時我到底面落關注單嘅，出來佢到後面過來啦，是我個走了嘅時 ，Apple 嘅時哦，拍電話來哦，講啊你 deposit 唔夠啊，你上嚟行卡嘅 deposit 啊，然後咧就再去行，用了而家啦 deposit，因為你用而家一個月你 deposit 幾多錢啊？然後嚇就計學咯，然後就學可以直頭我 credit card 即係規律被定啦，我就可以較濟啦。所以我驚講，我若是無地時，我買我紙嘅時，我買佢哋去裝啊，學錄音嘅可能就，所以我可以較濟可以訂了。唔係，我大條本都真係食幾難了 iPhone 啊！
呀，大間 hospital，我到底班嘟，我嘟呆，嘟呆，班隊是出名貴啊，好唔好？特別特別特我別，老幹來冇嗰貴，我是啊好，啦，老老幹闆來夾即係那個更加貴。Glen 貴，Glen 貴 ，I 本就貴喎，I 本就貴。I 唔是真貴啲。我就是頭頭嘅時，我唔是講愛去到咯，我就實去啦。我有好嘅就係我一個朋友，到下次我朋友到 DGH 做老管 specialist，伊有教我，有到下次我啦，because 有別人係咪？你唔是講愛去嘅，使去嘅，你俾看，伊 specialist 係燒腦啊，什麼啊？你去嗰邊係買燒腦嘅時候就好。因較就是袂啦，伊甲我講的是去 emergency 是袂嘛少，特別我驚你就是講好頭好尾嘛，我八點到時捌看南華醫嘅陸軍嘅，所以我成日要去南華醫個玩處，所以我講啊無去南華醫咯，了 try 嘅時伊陸軍無佇，伊陸軍去一項，所以我袂生氣，所以我特別找另外一個 alternative 咧，要找我朋友個當下處，我找嘅是找較玩來處，伊講對人來講會較方便，你免過咧前頭行大隻搭車要死嘅可能了我咪是啊尾所以班底特別。我真正暑假伊個hospital 咯，我是應該是到底 GH 來看到係有天嘅地，然後咧挺慘啦。特別我係實樣嘅 nursing care 個真正好，了醫療館個好，有 Starbucks 本。老卡，有 Starbucks。他那特經嘅時間嘅病俗咧有Starbucks嘅。我冇去過，我本就有 Starbucks 本嚟嘅，你講班都是本嚟嘅啦。對。我冇去過，我本就有 Starbucks。咱 KL 啦 ，Glen 有Starbucks班都有Starbucks，其實嘅有Starbucks嘅啊。Subway 本有啦，咪講 Starbucks 啦。特別我都去樓卡，伊就攤隻成經濟盤咧，好食咯，我去食應該很棒啦。經濟盤好似係，我係 S 字頭嘅。我唔知咩字。我唔知重點啦。我係講，我係馬佢自講嘅就，呢個一生話咧，佢又話伊買斷厝咋？一生話咧，伊買斷厝就，未是講你成走咧。你講下幾多日子會使哦？伊買斷厝。你對唔住我？應該好食，一半就好食。我是特登去做工哦，做保險咪是去做工去 hospital 啦。我嘅食了半個走，順便都興食。我做咧我係講我咧啲六樓坑喺邊格，有食咧10倍嘅。有呀，攞罐醋罐啊，驚嘅冇上邊咧嘅攞罐醋罐啊，驚曉。有人just 家去那邊食，伊那邊食物件。南華醫，我聽南華醫樓食物件，本是有啦，這些人去那邊食啦。就好食啊！特別我講扮演，邊咧？你講扮演。邊咧冇貴不能去食，邊咧之前咧嗬是冇 O'Brien 嘅度。Glen Eagle 是 O'Brien 是轉邊咧頭一間嘅。哦，我就係 O'Brien 啊。去邊行 O'Brien，佢哋 lunch time 喺 Northern Road 嘛，前日隻 office 嘛，喺 lunch time 走去 hospital 就撚嘅咋。個有頂到 Adventist Hospital 有賣 cinnamon bun 就好食，哈，落地就好食。Adventist bakery，伊落地就好食。伊落地伊是 cinnamon bun 所以佢就好食。特別伊嘅我係朋友嘅。哦，我是去排隊的，我靠排隊啊嚇，一隻開嘅時候，你愛幾個 tray 呢？叫佢哋幾個 tray 賣啊。伊人嘅 bakery 嘅落地，伊人去外面去賣參嘅嘛。我朋友嘅囝的啲英國嘅，伊早幾年伊就樣早細漢啦，讀 cancer， 所以伊啲英國邊個大伊嘅。Cancer only for children 嘅 cancer 嘅 hospital，cancer patient 嘅囡仔啦，真正好醫嘅喎，伊講，囡仔佢哋大啲嚟，佢哋冇對厝嘅，伊嘅 parent 會大啲隻嘅喎，伊媽會解白白大嘅，所以我樣做 chemo 咪講了喎，冇咪講就大問題喎，做了 chemo，แล้ว樣達到有隻 event， 有 crown 來啊，有傳教經來啦，做隻隻白啲嘅喎，你而家邊個大了9個月？做咗9個月，已經想背嘢，做咗 chemo 已經。大咗差唔多9個月。好似好大啊，但係。好似好大，伊馬解白白啲，邊個大咗9個月。伊馬背咯。好奇啦，好奇啦。哇！我哋這邊好似有
我这边是有 children， 忘记 children hospital 啦，伊是做无上，嗰啲是 Penang hospital 对咯。即係最近我這邊有，我 office 有正，我厝入面有。誒，等 hospital 本 star 嚟咯嘛？嚇啊，成日就係 star 冇咩？冇半嘅，特別我同你講，我按照講有半時嘅，我標數啲咧，伊兩三年整，先正整咗，到正過初一至整兩日開始，伊佢哋人講到頭咗。哎呦！伊講到頭啦，伊冇得冇數嘅，因為伊做工連續做工16等整，已經是做佢哋油嘅，叫咩啊？老闆個講佢哋油，Rick 嚇 ，Rick 伊這邊做工㗎，所以伊連續16等整 on call 啦，伊冇咩物件做工，冇講近 call，特別你可冇夠困嘛。正線嚇。啊！伊實際你你只係愛困啊，對，行業真係愛困嘅啦。嚇 unless 講你哋聽掉咯，聽個一杯咯。所以去 KL 除玩啊，都好我哋 KL。伊今日學話咧，你對學到去，你學到去啊，你行咁，啲計譬如白白去10杯了，啉個啤，係咯，你學到嗰時啊，可能佢哋人 boom collapse 咗。哦，一割對頭，割頭，係咯，一個病起嚟咗，一個病起嚟，一邊講 OK 喎，你講冇事都 OK 咗。嚇，係咯，咪 carry on 咯，去啉個啤啦，了。after activity 了個了，轉去房間困。係啦，伊朋友好個滯，我講好個滯。伊朋友幾步伊講哇，hotel room 水咯，因為公司好嘅嘛。hotel room 可以大係水嘅 hotel 就。佢講啊，冇我見咪本身困咯嗬。好個滯，伊朋友曉咗。嚇！啊冇我到時你冇曉咗。哦。因白白上班攰命咧，困咧，我表示同我半暝2點幾啊，佢哋諗跳起來就撞起來。伊唔是幾大咧，一撞起來，伊整個表示伊會拗咗。哦，一撞起來直接拗咗。佢一邊講掉了，伊應該是內邊傷掉咗。伊行咗實在你別講錯伊個記咗，伊病起來走就係拗咗。拗咧，係啦，佢哋人頭顯咗，係啦皮裡面就顯咗。然後伊病喺度緊張嗰度，係啦，伊病咧嗬，第晚嘅hospital 咧，第晚嘅咧。是因公司安排講你去自己經。哎，係咪咪叫你對起話你先啊？等陣佢。喲，緊張咯！哎，你快啲個都接咗去笑聽。哎，你快個都嚟笑聽。好啦，嚟，嚇。呢度係自己學掉咯，所以特別 hospital 學掉個，特別唔一成學掉，唔一成學掉乜嘢？我佢自己 hospital 是啲你叫咩啊 ？Bukit Bintang Prince Court。哦，我知啦，我就是愛講迄間啦。because Prince Court 是有嘅公司啊。Exactly，呢公司安排嘅，你講你去同佢自己，伊開刀咗，伊佢頭前。頭毛剃掉咧，佢頭先開起來咗，做佢開刀就冇水咗。你講啊，伊嗰隻換 maybe 就是一換，一 late by 5 minutes 嘅話咧，一直起啊。哎呦，伊是有 clot 係有 clot，伊就是講咗啦，伊冇去處理伊嘛，伊攰咩去藥去啉酒啦，對學掉啦，伊攰對面嘅檢啲，若是講伊佢冇其他嘢出嚟嘅話咧，伊就講嘅。哦，好嘅就係伊朋友計白白困咯，有時伊朋友冇計白白困，佢自己人嚟講就計啊，一直起啊咯，係咯，一直你 hospital 會多咯，係咯，我就只係計起自己 hospital 咯。你就係伊搭經是雪嚟，嚇，你看到 KLCC 哦，夜排看到佢看到，搭經佢看到 KLCC 嘅一開哦，看到。你知啊，因為安怎哦，佢哋一間嘅病厝啊。佢哋 Middle East 嘅好嘅人哦，嚟住病嘅。你講顧病性嚟病細件啊？Is a specialist on 細件。一第一教是一即間 hospital 嗬，一第一教是細件。一第教嘅。你頭先係學得冇人嘅嗬，真係最人啊，應該真係。你貴嘛？特別 surprise。真正貴，真正貴，我教你講真正貴。貴，特別有 discount。我玫瑰了，有 discount。
我每個伊個價錢吼，我頂擺玫瑰，因為頂擺我生頭一胎嘅時，我一生嘅時，我甲載過來我嘅 doctor 會過去 Prince Court 迄邊甲我接生。แล้ว特別我 book 了啊 S 即間嘛，蘇邦即間嘅hospital 嘛，新威即間嘅啦，我 book 了我 everything 我係 operation theatre 㗎了 book 㗎了好勢了。So 我 doctor 講，你係咪過去攞去 Prince Court，我係使去邊甲你生了。啊，免啦，免結束啊！伊講我講第二胎先啊，因為伊講我講哦，我去 check 了，即係 check 了你價錢啦，伊三毛有20% discount 嘅嗰種，所以價錢20% discount 緊來啦，伊是貴無濟，伊成間是 OK 嘅貴無濟，伊未比這邊，因為我 doctor 過去邊甲伊 charge 佢搞我上 ，charges 是上 charges，即 hospital 嘅 operator theatre 㗎了嘛，伊邊搞我交俾幾類啊？你講 make sense 啦。我頂擺我這邊夾寫咧是about 7000幾，開刀加係 room and board 我3節，了加 doctor 接 doctor 開刀嘅㗎啦 operation 啦，有 package 哦，4至3名嗰啲。伊唔是 package 啦，伊是加起來㗎了是係咪咯？是7000幾。所以我迄邊格啦，本是 about 我哋可能幾錢了咯。南西，我哎呀，早起邊格。冇啊，我同你講啊，我我係 because 我係小妹有 breast cancer 嘛，所以我年我特別去voor我係mammogram 係咪啊？我諗我而家去是去 Glen 就。去邊 Glen， tapi 如果是去 Glen 啊，伊是屬於嘅病處， tapi 如果就單個真久，有一年我未單就，我未去。我淨係 private 時陣時啦。所以我去我找我 specialist 伊講啊，無如去 Prince Court， 伊 Prince Court 嘅 bill 啊 ，for mammogram 啊 ，double Glen 嘅啊。你有問伊 discount 哦？伊 sometimes 伊有 discount 嘅，都係問伊 discount 嘅，樣有。我冇問有 discount 嘅，有 discount 嘅。我冇問 discount，because 我要緊我要快快做了嘛。你走去啊？你走去啊？嚇？你就走去入邊做啊？我冇辦法，我去嗰邊做啦。我去嗰邊做2年，錢也貴，所以睇下我個短期咧。一笪笪我表示你問，開40幾千。伊個燈就是看到佢後時哦，個姐姐一大30有5-6節啊，伊開40幾千，特別嘛，特別 operation 啦，嗰類啊，10幾千，是半幾咯，我是咩？我諗響諗 steady 咯。冇個開頭啊，開 open head surgery 噶嘛。咁伊有試過即係冇嗰啲姐姐生3節，我冇咩記啊，我未記。冇可能咧，到底 hospital 開頭都那看嗰啲快貴咩？伊是 in special care 咧，開刀是。誒，我個零，你成日去你講得計隻牙嘴。你使當佢伊想是當伊未使剃冇大咯，伊剃冇大有一條痕咯。啊，對。誒，你冇我未錄阿龍，伊大啲喺邊嘅事，你講啊個要開刀，一參開刀開啲頭嘅刀，咪是隨無講真係貴啊！ 10幾千一貴哦，貴啦，我真係貴，10幾千我死我都看啊，10幾千我佢哋，我10幾千特別是開腦啦，開腦是。特別40幾千時候有一人俾講話咩咩，你是咩？你是伊講俾講 hospital， 等我講先，伊40幾千是伊家己，伊即是加了表，唔是成個 after insurance 嘅表啦。 加了啦，意思都特別辦嘢啊。都 OK， 嗱到準備講係咪是雜包寶啊？你係咩？多次看。嚇，雜包寶嚇。雜包寶，你歡喜哦，睇多就你啊。歡喜走咗啦，歡喜。冇，我講人啦，人睇，你個歡喜嘛？歡喜加雜包寶，睇嚟嘛？隻車。隻車。
誒，我講 hospital 啦，唔是大樓下面，是講樣內面做工嘅物件。講。嗱，我嘅朋友伫政府嘅啦做工嘅，廉價嘅啦。然後伊是做咧本藥咯，就是咧叫咩？pharmacy ？dispensary。然後嘅是伊講樣內面嘛成個 office 有真濟藥嘅價，安尼看成 office 安尼看到啲啊，到頂下面。然後伊講有一道嘅是伊個有一個到頂是 for 成 craft 可能刮紙啦、加紙做 label 嘅物件咧，可能有gum 有 glue 啊物件咧。誒講迄個 glue 嘅 brush 啊，伊 glue 是大張，有一個 brush 是抹物件。迄個一張物件直直芳記，大支芳記一支。哦。然後伊人嘛注意看咯。誒，做咩阿妹我下到對水水啊嘛？我是第一杯一個人用嘛。一咩才來時佫無佇喎，大支本是安尼款的喎。你嘛奇怪啊嘛驚啊是有鬼啊，甲是人做啊。有咩事啊？你 hospital 就想着鬼年，無想吧？怪到人哦，無想到七啊！奇怪吹，他們人偷下你 brush 完你坐機芳記啊！第一樣叫我哋伊會去開 CCTV 來看。阿妹，因為阿妹是用個冚開啲下你筆嘅位部，因為 office 冇人用到，樣是24 hours，but then 伊冚開起來啦下邊，因為伊看到你 brush 會行落嚟喎。要出啊！要出頭！掉！Because 要出是個只一個成個 start 成款嘅。呀，特別政府嘅都管出 office 啦。要出啊！我係咪做球苗出嚟嘅你哦？你而家行要出還是佢行鬼？苗出啦！你係只係咪叫做死嘅就咩？佢真係驚啊！我真係驚。你幹嘛？你幹嘛？我問你啦，你係一般你第一個只係物件啦。你描述行過，你愛食，甲是鬼來過，你愛食。鬼來過我食，鳥出過我。啊那描述個你嘛？個你鳥出垃圾呢？冇關數。啊，只垃圾咪只毒嘅，那破病。你好是嘛？迄個一個房啊，是人伊本藥互人食誒，咱鳥出個咧一。一般藥嘅即個有鳥出內面好對，先嘛。鳥出你我每樣叫白色人來做，我唔敢講，看咧，甲你點唔敢講。我甲你講啦，樣未進步是攏害死嘅咯，是攏害死嘅咯。未使無講誒，即個物件，你就要放大來看誒，放飛才丟。係咪你又看政府本啦？你愛做咪做？你actually 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also 本是 priority 加 budget 咯。你若是講你係咪講要緊往時，你最拜派嚇，還是要去關要出啊？一定要去做你最拜性。所以暫晚啊，正我頭先是我去，我一名是我到啲 hospital 時，因為隻 patient 在點抓咗佢咧，暫晚你咪是脫掉，伊追個了出來個了，頭家個會，แล้วคือสิอะไร特別 actually 嘅字是有啲清奇啊，係是我冇啊，我頭腦是就 focus 掉我班啊，我講一項物件，我講聽就未得閒嘅物件就是我係幫你在打包幫助，有一項這裡你叫咩啊？講啊，你幫助講，我係吹一個，我係幫用掉一個。我唔知其實面試學嘢，我唔知啦 ，because 接掉到佢處事，我啲過後啲計撞嘛。แล้ว伊講，伊當伊特別棒，แล้ว我爸驚講，伊行走去倒嘅時，摸了行走去倒嘅時，伊會流出來，所以我特別驚另外一個咯。我叫伊面試，你使學我另外一個，所以我係小話。伊吹20分鐘啊，吹波另外一個幫助嘅。伊驚，伊講，伊是吹，是等下，我講等下 ，OK，你係去做物件，然後我個到對去，等下，我看你去你針萬邊啊邊看有喎，
而家叫我嘅企站班嚟吹，所以我唔要記。因為我小到唔記下面，我嗰邊講，我制嘅咧，伊 supply 嘅咧，伊超浪咁樣嘅咧，我吹嘅咧，我去伊 supply room 嘅嘢，伊超浪，伊抓，我下我把名稱邊啊，我頭燒掉嘅咧，誒你一樣啊，超浪下到啲我把度頂，伊米斯來就用，米斯來就用，你我把伊要留回未知，所以直接崩回，所以我就俾用超浪嚟做隻物件，所以我走用嘅料咧就伊啊留喺邊坑坑隻啊。我走去就晚年我個去吹 supply 嚟寫物件，我制嗰度到到我嘅 QQ 我燒到啲我嘟，哎呦，了我寫伊物件，個了我唔是夾個了啦，我 Q 伊 supply 我夾成日幾那箱嘅伊嘅超浪啦，我下到啲我擺咧台入面，了伊嘅抓啊，係咪物件佢太抓我嘅嘢，伊抓俾滿了了，四超啊俾滿了了，所以我去 QQ 伊嘅抓咧燒掉咯，了。我自己思考嗰陣，咪真係好笑事。我去錄緊處，我就講你別啊，人個啦，成日講話去啦。伊個我被寫手伊三本字，即係講錄緊處一下 form 淡薄啦，呢。然後我袂曉，我啲嘅真袂出，我咪當嘅，真袂出咧。我 try 到，我袂曉，我想我不可能嚟講嘛，但係 figure out。佢突然間看咧，巴士有一支，一支人掏出來，然後一三本你看一支人呢，你咪是想是大擺，你唔是啊？你看紙，因為是出來了掉，你想平常時怎辦？我 try 的紙啊轉啊，大邊啊，大幫啊，別個了。然後後尾是上擺我嘅表，後尾是嚟 patient 講，伊講。step，伊講 step， 你看到頭卡個咧一條擺接落嚟頭卡，你係用嗰啲卡立，伊就係你 cushion 咧，立嘢三分都出來，我計3分啊，我哋自己訂幫啊數啊，個啊轉啊，我真係冇數嘅。3分嘅，哎呦講。所以我覺得曉啊，當佢第，所以我開頭接，我攞住站冇啥攞。no 咩啊？3次打兵啊！我變咗食個兩嘢啊！咪夾個兩我載到啲嘢 cleaning 嘅 supply 到啲到路我走去嘅我嘛，咪嘅咪試叫我嘅叫做吹波啊！後尾冇聽到就係你講，我就夾抓呢出到我把名稱咧嚇，夾伊講去寫牆度那個都對嚟可以。我講其實你身體哦 positive 淡薄上啦，是好成本嚟咁冇。對。啊，你攞 experience 個兩件，個老實講誒個人。I mean, you go through 可能嘅，你是唔是？你個係曉啊，你曉你 feel 到。你個 feel 到嚇掉咯，我係過到一巴士是 bless。我有一道啊，我媽老啊嘛，了大老咯，真久啊，水過安尼款啊，所以嘛去教伊咯，教伊食咩物件嘛。哇，教伊甲死啊，邊個嘅啊你啊，素人嘅啊，阿咪啊，你未落地啦？未落地。嚇，你是？我哋是正成勁勢，你看你是唔是？哦，我唔知我乜多句話。房間有搬 new wing old wing 嘅，所以我人唔知做咩事搬掉，佢哋 old wing 嗰時個景我唔知啊。然後我係前正樣讀景，佢哋第坐門床嘅唔知7張啊8張嘅。哈。哇！頭先支旗子拍俾 OK 我不要緊咯，然後我人兩個坐嘛，because 老媽一個愛看，你愛看，咁樣我去嘛。你喺個咩話人就係隔壁人咩話人，我未使你坐人來嘅啊，一個下嚟啊。比如你講我什麼別使你坐人來，我可以我凊彩嘛出事咗。嗰時我過一日了，我未打閒了。我一人可以過一日，我唔是未打閒，我係媽，我未打閒邊啊係人嘅。有時，如果大家每時講上嘅嘅我哋哦。一隻物件看只翻呢，我個落起來啊，伊成日養老啊，破病時啊 stress 嘛。然後因為做正濟飯呢物件，扯起來時啊，人講話啊咩啊，我唔知愛笑啊，好啊，嗰時我本那實坎坷，咁我卡爸講係別啦，我記下你攞人嘅啦，都冇講清楚，唔係清楚40塊，嗰時60塊呢，都對住攞人嘅房間啊，直頭轉去攞人嘅房間，但係 service 是正差嘅聲嘅。哦，伊個 Old Wing 嘅 main corridor 有前一前物件。我就是咪講咯，Owen 真係幾個數嘅。喲，我俾聽老，我個阿妹拍攝，我個阿妹㗎啦，個 daytime 呢。老卡定講。誒，兩個看你另個隻 episode，OK， 當然咧，小蛋啦，咱錄完全面嘅講個正聲，就有咩播槍咯，錄完出。我播槍，你拍九。我嘅播槍。啊，播嚟。
我補充是講是我把你冇做保險咧，我唔是講係賣保險 ，OK， 我冇了誒，我 resign 啊，我是講賣保險。特別老人賣哦，是講。嗱，我係8年後賣，我有改賣嗱，about 60幾70嘅時，伊保險沒做了，沒做了後咧，我再改賣另外一個時候賣了 ，because 伊會血，唔知上嗰時還未講伊血，then 伊賣掉了，先嚟我買本時賣掉了 ，so 老人我唔係講啦，是講少年家啦，你咁樣去賣錢呢？你隨下面 agent 啦，下面保險係噏到人啦。你家己去隨，你家己上特別有保險。因為買保險唔是講達到是去 private 達到伊好，嗰時係咪唔驚啦嚇？你 option 較濟哦。你 option 濟，了你會使 pain in comfort。呢個 for saving 個咧？for saving 個 pain in comfort 啦，你因為你聽本好，你 in comfort， 你是啲 comfort zone。你免去煩惱累嘅物件，你累厝嘅人，要基本是你身邊過路嘅人。但是有嘢係咪加突出講一句啦？有嘢你斷去嘅話咧，你厝內人會贏你累嘛？你冇上 insurance 啊 ，medical 保 insurance 險就是即個就是 health insurance 咯。保險是 insurance 啊。 medical 加 death 嘅了都白俾啦，係 package。life。package 就是 lifetime medical。200塊，850塊。一個月 premium。一個月一個月。尤其是你是個少年個啦。少年呢，係咪咪去聽去看，不過我 experience 嘅人個了啦，知啊嘛。就點解我點解攏車真啊？大 accidents， 我翁就俾開，伊個頭黏20幾針。哇！迄個是15年前，應該是有。然後去冇辦法攏車嘛，直頭就我去，我本上誒，直頭就我去government hospital，迄個government hospital第一線誒 high tech 嘅啊，隔籬 nurse 廿隻 laptop 嘅嗰隻。government hospital 啊，啲 cyberjaya，啲 cyberjaya 誒。都特別別，伊甲我伊甲伊嗬，伊甲伊黏針伊個頭迄邊甲嗬，我袂打閒我看到，然後所以拖出來去 private hospital，then 去 private hospital 直頭看到得看了，伊就要看迄個plastic surgeon 嘅doctor，so plastic surgeon 嘅 doctor 來看了，伊講未了，伊就俾把路就去開刀。reconstruct 佢，任何 reconstruct 嘅了過 ，so reconstruct 過你看嗬，伊 from 唔知幾針嗬 ，from 唔知10幾針爾，咁我是得是，我唔是愛講伊無好啦嚇，是 sometimes 伊手工無安尼水嘛，所以伊迄邊甲伊甲伊個黏過嗬，40幾針，10幾針變40幾針。แล้ว伊個頭毛，伊本地迄邊甲伊頭毛無解洗清氣嘅，干那解剃走迄個頭毛了。แล้ว血嘅了過喺度過頭，一粒血啊來到這邊夾 private 嘅嗬，你解洗清氣清氣水水，你一個來做 operation 嘅了 ，so 個有黏皮啊，係咪㗎啦？真係水，到近日伊是有淡薄 scar 啦，特別無呢厲害，是 remain 嗬，迄地頭一間嘅 hospital 啦，了。嘢頭咩係啊？我呢邊啊，10個年整都在嗰類哦。啲 plastic surgeons 大了一禮拜，20幾千。OK 嘛，20幾千。OK 啊，特別好車有保險咯。啦。fully paid 㗎了，所以是我冇保險安全，你想我加上。少。去邊㗎？個少年個啊是，個無夠燒到累啊苗。把你家start做工無夠10年，把你做工5、6年呢。你加少，所以 since then 咯。諗晒啊，你保險啊，我古早啊做工點樣？有伊係咪 crisis intervention 嘅 policy 啊？一邊出 crisis 冇上嘅 ，crisis 是 only for 36種病。伊有寫 crisis 嘅 ，unless 伊敢若有 in hospitalization 嘅 allowance 啊，意思講你大一節，好多你個累 surgery 迄邊個 surgery 迄邊個，伊 partially 好你呢，partially percentage 好你，是咯愛俾只只咯愛fully cover 你本身 medical 卡咧。
是，你若是有 crisis 嘅 hospitalization 啊，加了cover 啊，包加了特別。But crisis 你若是夠幾十歲，你 fix 啦，60歲、65歲啊，你但係嘅啦，你錢啊，保險嘅公司還你到啲嘅累嘅了嘅嘛。伊毋是行，伊行嘅是看你買嘅是特一種，看你買伊是行對你嘅伊是行對 dividend 互你，甲是行對較濟 normally 是講 dividend 啦。都 crisis is dividend 嘅 crisis 是lump sum 嘅行，樣賠你 something happen 啊，伊是互你 lump sum。意思講伊個了 agree 了啦，你就借，你要賠你。你派嘛？講50千，伊就冧心互你50千，特別你要俾愛 certain stage， 意思講是 let's say cancer 啦 ，cancer 愛 fourth stage or third stage 過後，甲會使 consider 你會甲會賠嘅，是你 first stage 上面，然後伊甲 normally 是叫這種安尼款嘅 crisis 病人啊，是半條命了嘅。So medical card 安怎樣較好？ medical card 是蝦米病？蝦米大病、小病，蝦米甲本頭You must have the hospitalization and medical 啦。crisis 就 crisis 是總之是 doctor 講，你掉了這個病第幾 stage。crisis 萬零啦，虧掉就是講。萬零。crisis is a form of savings also 啦。not necessary 啊，有啲是冇呀。你確實係。medical card 較好咯，I medical card 是我 medical card 是較要緊。medical card 冇saving。我拔刀啊，emergency case 我拔刀了，我係佢真係拔刀呀，你。唔係卡冇病。我揸機車嘅唔知嘛，你我拔刀樓退啊，你我係卡一彎啲起來，變成個板面啊，你看。我做掉，我得個叻。你攰拖出去只聽咗。แล้วมา去มา講片話咯，係 last for 1 week 嘅咧，我親戚講片話嘅，講話都就去個拔刀，你去看啊你蘇金嘅 hospital 咯，去something 嘅啥嚟字，แล้ว200幾塊嘛，幾寶去問下你看，200幾塊呢，但係 claim 啊，親戚啊每看俾咪你個解釋 claim， 你講會使你叫 doctor 做啲後尾呢，แล้ว都會使 claim 嘅，即係好啊，伊類只見落來啦。我俾我都冇 claim 就半行嘅 claim。你夾拔刀啊，你4字就冇得見咯，拔刀。我哋問清楚。你是拔刀係咪嗬？是你做 sport 嘅啊？你講是 for under emergency， 所以使 claim。是你俾 personal accident 先啦，是你 let's say 你是拍 badminton 做 sport， 你是冇談 claim 嘅咯。你使 claim 唔係使 claim。是咪 because 做 sport 經愛做嘅嘢 high risk 嘅。你冇啦。呢隻呢個 clinic 會使 claim 咩 ？private clinic。但我報款車，揸機車起來，啦，報到。喺你 OK 啦，喺你冇問，喺你冇問題。你咪講你做咩夾拔刀？我驚落咯。驚落拔刀。誒媽，驚落拔刀真攞咩？我特登諗下驚落拔刀貴。驚落拔刀貴冇咁樣報價。但係我只係家咧，蘇金嘅 hospital 咧，好多隻好嘅 service，成家咧嗌係咪啊？哇，4倍好嘅。係對啦，佢老講 doctor 講。誒，冇咩貴嘛？ depends on doctor， 都出名老 doctor 貴哦，然後少年 doctor 便宜嘅。伊有 discount 嘅，你講你冇保險嗬，係咪嗬？你講你冇保險係咪啦？冇保險 claim 係咪嗬？伊sometimes一樣 OK 嘅。OK minor surgery 嘅，你記得啦。依個好多 music 聽，伊做掉 procedure 就 music 聽，好 relax， 咁人家都笑，挺好嘅。我成個其他，哇慘我都解每隻係咪嘅？唔是我唔知喎。少，我知，我就同你講嘅，我 experience 到啲弊事嗬，就去嚇。你係你係咪係咪講係馬病啊？依個真怪故，依開係你成日都講嘅 gloves 啊，係咪物件？依開只伊上家，你去飯店食飯安尼款啊？講個大聲，可搞到聽說搞到聲嘅，哦，即個我哋人一係 glove， 一 charge 我人啊，所以你咪 charge 落去咯，你咪做緊呢嘛？我到時愛用我個係你，我個大隻佬，難道我夾我自己嘅 gloves 嚟用咩？冇可能嘅嘛？你嗰陣都指標嗬，我指標條女嚟，指標條女都知哦，差錢。我爭風氣咯，我講緊你大聲咩？你一刀標嗬，一插出一刀嘅咯。我知，
我唔知，頭晚推車講啊，推車講。嚇，但即係係講什麼事就都係用嘅嘛。好，個仔我冇夠一百講嘅，冇我夠一百講唔介意啊。我個仔一百唔知。老人先呢款呢？啊，我外國嘛，一拍師傅賣字講賣字，哎呦，因為真貴。我傾偈。特別冇啦，I 都冇，我看伊表，伊我幾好，我 detail 表我就冇看到。係咪嘅？我巴嘅事。哦，我講係你 A 嘛，你未落啲嘅嘛？特別唔是嗰啲落罐廚啦，唔是嗰啲落罐廚到地。冇啦，我諗住俾我嘅就啦。係半34半。我人哋好似隻嘢，哇背脊咧攰好多，你講。你看到第六多啦咯 ，OK， 我嗰陣咪講before 我小大時問咩講起就是 ambulance 嘅時，所以我 call 起咧 private ambulance 嘛，你有時我唔是嚟就我把到 DGH 咧時就我上起車咧時，唔係起時唔係話，你講冇不該siren 的，我講extra charge 啊，我唔要 extra charge。你 driver 潮啊！我唔知嘛，你知我是我頭腦是啲笑掉，好可以當見唔見後邊 hospital 嘅規律安裝好你，阿咪咪見，然後你 ambulance 愛到 hospital 咧，伊是一抓是8-9係差唔多，所以攞咗算差唔多400塊啦，嗱一來正一順咗一抓，去下面個順咗一抓，所我隨啲我一個人，伊講我買幾難嚟 private 我有 business card private ambulance 都嗌啊，我講 OK 咯，所以 private 嚟就吸辦機啊嘛，然後伊就嚟啊，就開始看到我把掉一 bag 嘅，注意一個內 bag 嚟掉一注意，伊就講伊講你會siren，我講我驚你，講冇，伊講我是講我驚，講 uncle 伊有一個注意我驚，我驚一半是了去，伊講看咩搞，我講我俾你嘅時候 of course 開啦開，我當要做 video。我一個 video，我到底 Snapchat， 我有 Snapchat 啦嚇，我先是到底 Snapchat 我唔知有，我到底我翕到小 video 到底 ambulance 教我班落人一條 ambulance 嚟講，我噼啪，你都有咩？我冇注意看喎，冇啦。哦 ，maybe 我冇 Snapchat 掉啊。冇啦，都冇 Snapchat 我冇看到咩？我反正係去你 Snapchat 到底我叫我把隻 ambulance 時，我呢邊講講。然後我個有那驚 ，because 係時我較清嘅嘛，我係線較清嘅嘛啦。啊，線清啊，總之你一起車去嗰邊搞到線清嘅啫。嗱，你看搞我發。佢你 ambulance 本是 private 嘅嘛，所以即係 private， call 個 number 嘅。嚇，對，嗱，我都看。但係人唔知，actually Saint John 是對，嗱，你看。Saint John 是 free 嘅。個話，你話。緊。個單 people。哦。喂，John 啊，你 ambulance charges 啊，佢本來錢一百幾了咯。啊，這百幾，冇講這貴啦，唔知百，這是100幾塊，600塊我別記啊，600塊呢。哎呦，我拖車。我每個月我是 between KL to 15還是300個。我定住咋，我就是定住咋，我都識別人就唔搭車嘛，我講哇，這百幾哦，唔知啊，會有件事會閃實樣表真係咯。應該咁都可以咯。明 Uber 嗬 ，call 咗你。Uber call ambulance，成真啊！我趕時間都俾佢關起。唔是，佢係杯食杯。你叫成張咋，伊是 free 嘅啊，你就單錢成張是 free 嘅。哦。真久嘅，你單噶半點鐘嘅 ambulance 下來，特別這邊我從我厝要去蘇邦街啊，300幾塊啊。300幾塊 OK 啦，OK 啦。你 KL 嘛，你 KL 到15嘛，300個啊。邊啲嘅見啊？你是講我頂頭車咯？我是講伊頭車 actually 啊，伊有個人買走嘅喎。
你他车人咪無鳥哦，你人真古奇啊！無解啊！無阿解，我是講我哋唔通拄到樣或者樣 emergency 時，較只有特別有咧硬樣成個硬出樣買山樣成講啊，我一頂車要過去遐邊嘅嚇，硬伊成你整趟過啊嘛，你比搏過啊嘛，硬隻到頭整嘅咧，我看到我車。他掉啊好，然後伊咪係咧，伊等個一邊車過時而家過，伊無想講 ambulance 啊，我這邊到啲 US 啊，你就聽到 ambulance 啊 siren 隔了去邊啊啦，一路邊啊無插一路開個咚咚個咧，所以你無你他車嚇，伊是驚，伊 shoulder 嘅咋，他車是，所以你一樣開落，你就驚 shoulder 一頭啲 shoulder 會驚，所以 emergency 是特掉他 emergency 啊，變樣咧。emergency 是真係死啦，同卡橋嘅死。我較少有尿，特別一過一過樣就斷掉一件。你開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講嘅正生活特別正啊，希望你人啊 ，insurance 啊，有時方面是會較好啲。Actually, John, you should make a note 啊。Kasi Malaysia and lang way visit saka tour US or visit US make sure lu health insurance lu health insurance will cover US ตัวรับเท้าถ้าไล่ตรงกี้มาลูไป travel overseas 唔使講去 US anyway once you get out of the country you better buy travel insurance no especially US because if US any medical problem lu will bankrupt US dollars 個係個市道啊！哎呀，其實就會去係點子哦，跟住啦。Not just US dollars 呢，但係出邊嘅。對。即真正想就對啦，想加你把酒會掏出來。我喺新加坡看過，我係驚發燒嗰時喺新加坡哦，半暝啦，咁啊 emergency 是 GP 呢哦，啊 Raffles Hospital 100星$，干那幫隻 antibiotic 藥。你嚟 US 看你死去。你嚟，我是 foreigner。你嚟 US 看你看到一邊嘅。你知咩事？就是你係真啦，這 problem 係 insurance medical healthcare health system 真係一 problem 嘅，所以我哋唔敢講上字 because 你驚你到入頭去借下股，真係響就叫啦。So if 我哋 visit US， 我哋 better。伊想到入頭講，伊唔是緊啦，伊嘅成個講啦，你先你隨我嚟累啦，我去我爸嘅 procedure 差唔多 hospital 啦嚇。伊會累到，你咪 convert 本好啦，你可能隨 ringgit US 啊，是 already 真正辦嘢啦，邊個 US？了，你咪隨 currency 本好，你隨個 dollar to ringgit 一 call 加一 call 隨啊，本是真正辦嘢啊，我到下面要這裡好。誒，所以行到上面是 White Hospital 啊，佢係 Indonesian 嚟的 ，Indonesian 嚟下邊。Chinese 哦，樣佢幾時喎？我對對嚇，我對面咧有中國，我爸對面名稱。actually 我人是大四嚟幫嘅，我唔是大一嚟幫 ，because 伊頭一條啊是對四名稱，一幫四名稱，伊個頭一間不一人大有啲摸了，兩人大加四個人大。有兩人嘅無，村頭房一大嘅房間，了加四個房，了我講，哎呀，四個 OK 嘛，走去，了我只講我就到底40人變咗4個人，我哋睡就好啊嘛，就 upgrade 咧，成 first class 咁樣啊，了所以我就去，了 actually 伊個房間都冇講真人大 ，because 伊個房間是 post surgery， 所以唔是特有人大嘅。所以伊個房間是你看是個咧 after surgery 人，所以 surgery 過嚟就才對嘅。所以這人啊，伊隔壁名稱會來大直接對啊，了往另個地界直接是一個哪見哪來大直接對啊。所以伊個房間嘅 the most 兩人大，所以特別我去唔是成8點嘅，係咪咯？我去搞，那個我把這個房到底小英嘅房嚟花人上來花，佢嗱變咗好見人上花嚟。แล้วอันนี้ควันเนาะนอเต็มจริงอ่ะว่าจะเสียงเขาไป edit จนนอชุดแล้ว
咩嗱，把老干啦，人嘅 hard disk 大嘛。啊，那是听过。我冇啊，老他老拿出我们是本来想咯。哎呦，哎个處理ayam啊，個頂住禮拜攏聽到嘅就是青子嚴先生甲英國中甲我人啲拍殼講幾個故事嘅。你讀你 post 咗嘛？哦，你幾啊未 post 過啊？啊，對，特別攏聽到自己說嘅時候，已經是 post 起來咯。because 我一禮拜唔知喎，冇啲喎，佢隻紅啊。冇，伊有伊有 opera， 唔是伊有 house guest 啊，伊有 house guest 啊。哦，係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我哋參加我哋講話嘅老觀眾嘅故事。แล้วปัจจุ是喂，我們問阿龍啊，文具啊 ，stationery， 你再講啊，學緊我啊，下集嘅物件，係咩嘢？下集嘅物件。下集物件，目標，下集物件，冇你是講下集，我想講 office 用嘅物件 ，office supply 你講啊。office 咧，人講，佢係講抓筆嘛，唔是？抓筆哦，哈。你講是用嘅抓筆，哈，對，抓個筆。OK，好，我 because 我係Bruce 同我講，一實在講啦 ，suggest 咩 topic 咧，佢同我講，paper clip， 一實在講潮啦，講你講我 topic paper clip， 然後講office supply 好講本咯，即係前面又講咯，嗱個冇上嘅，嗱比較個冇上噶，馬來西亞有你咪見，嗱不如講 ，OK， แล้ว希望你哋呢班嘅就收聽到對下邊咧學嘅話題啦嚇，แล้ว我未記得未講咩特別攞呢排對嚟。講講韓國，你拜講韓國。OK， 唔是幾個數咩？嚇？唔是幾個數咩？是幾特別撚棒嘅事是韓國嘛？咧幾個數是後尾嘅。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這禮拜我哋特別嘅咩就是大粒頭，感謝大粒頭。拜拜。個有火車，拜拜。แล้ว好屌阿龍，แล้วก็กำเสนำทราย 你保險嗎？龜沙尼ว่าคุยลีไหมอ่ะ龜沙尼冇講，但係我 mute 掉麥去，龜沙尼就咪亂啦名字，但係我看到一隻嘛，แล้ว冇聲我冚咗啲啊，แล้วก็老椒青子。OK，拜拜。咗我俾款咗啊！貴姓貴一道貴個數 hospital 貴個講，แล้วก็查某寶，找去啊查某寶。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嘅對嚟聽邊個嘅故事，拜拜，拜拜，拜拜。John, your broadcast is off. 係咪嘅 ？OK， 我等你冚起，然後兩個人 broadcast off。啊，唔係然後我兩個冚起來是兩個對嚟 ，OK。我開始 topic 是兩個來吹到底是你 Google Plus，拜拜，拜拜，拜拜。